高雄人武一间准公托幼儿园是去互家长指控讲管教的手段无适当，有囡仔头一天上课就受伤，而且这老师佫真粗鲁，甲囡仔扭扭勒勒。甚至有一个已经离职的教保员是亚康讲，这幼儿园的实在无青，而且佫请无证照的老师。不过针对这个指控，幼儿园今日早起是驳回讲，拢毋是事实，无排除要提告。过家长25放学来到幼稚园门口，甲园方对峙，这个囡仔受到不当的对待，警方嘛到场关心。家长指控高雄林武一间幼稚园依序不当管教，有囡仔第一天上课就受伤，更有人互老师粗鲁黑白语，嘛有学生依序互其他的同学欺负。没有影像，他们不承认是在他们园所发生的事情。可是一个4岁的小朋友，怎么可能明确说出是哪几位小朋友在哪里，在溜滑梯的地方，他都可以明确讲出这些地方了。哪里会痛？他往巧虎娃娃的侧边这边摸了一下。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得到会有做这种动作的这种事情。囡仔手的伤，互家长心痛，家长质疑园方拢无关心。阁有已经离职的教保员表示，学校用无清的食材供应餐点，阁聘用无证照的老师。9月多10月，那一个老师才被请辞，一个离职，一个没证照的。他是今年一开始在带小班。面对家长甲教保员指控，园方二辣态度坚硬，表示拢是不实的指控，无排除提告。过教育局来查看，里面的东西都是新鲜。离职员工因为想回来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职缺，我们没让他回来，他就开始做这些有没有的指控。他是排错位置，他赶快速的搭着他地板往后退到后面那条线。幼稚园强调，甲家长做伙看监视器，并无发现囡仔受到欺负，无理解家长的指控，双方讲法拢无同。针对幼稚园依序不当管教，甲提供无清的食材，教育局甲卫生局嘛介入调查，要厘清代志的真相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